今天我们所要上的就是政大所出版的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总复习，我们要总我们的罗马字，罗马字母与拼音，就是有关海岸阿美族族语，因为我们阿美族有6种的方言。阿美族有马兰、恒春，还有海岸，还有北部、中部，有这么多的方言。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我们罗马拼音的字母母音开始学习，也是在复习。来，第一个字啊，来看大家一起念，来念啊。一乌母音有5个字，但是所发的音有4个字，因为只有一乌2个都是乌。好，再来子音部分来大家一起念之。这个是最难发音的音，再来 f、h、g、l、m、n、p、r、s、d、u、h、i、拉长音。然后现在我要把比较特殊的音，这个最难发音的阿美族最难发音就是这个字，本来是这种字了，但是这边再加一个这样弯弯的本来是了变成，来跟我一起发音，来，把舌头摆在中间然后声音从这个地方出来这是好。再来比较难发音的是好，还有一个最难发音的就是这个这是这是为什么老师把注音符号一个了再来旁边呢还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是了，然后旁边要有一个正音来跟我一起翻译，来摩托车的声音知道吧？要发动的时候会有声音，来预备去只要把那个要短一点来我们阿美话，如果你会发这个音的话，你就是很完全很准的阿美话就会出现了。因为这个有很多riar、runi、rite，这个很多这个的声音所以一定要会念这个注音符号，就是一个旁边一个正音稍微来练习来好。现在这个3个这个比较难比较特殊的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本来是这个是 m 就是 m， 但是它在后面的时候，假设说它是来预备念它如果前面有一个它如果是在后面这就是妈，它如果在后面就变成好，如果它前面有一个 a 变成它本来就是呢
如果它是前面是呢这样的时候，它是呢啊那，一边念呢啊那。它如果在这个在后面变成安，变成n，安那边发音安啊。还有这个地方，如果它是一个 a 在前面，变成 on。它如果在后面它没有这个前面没有了，是哀嚎的来，哀嚎的哀嚎，这个注意就来了。哀嚎一遍念，哀嚎，大家都要写这个哀嚎是你好吗？你好吗？哀嚎，如果你要发哀嚎变成哀嚎，就变成我不要，我不要。本来是说哀嚎你好，变成说不要，就念的就不准确了哈。哀嚎的就它在前面的时候，它是好，最后我们来再读一次来，来一起读了一遍，念一之发安哈嘎拉嘛那巴日斯达乌哈一二好，再来一个这种两个附点，就是拉长音。如果遇到这些字的时候，就是要拉个长音。比如说，这边前面一地了，一地一地了，就比如说一地啦，这边有一个啦一地，然后碰到这个的时候要拉个长音啦，一地啦，一遍念一地啦。如果他这个没有的话，一地啦，来一遍念一地啦，在那边，一地啦，比较远一点。我们因为阿美话就是地方越远，他就拉一个声音就拉一点。比如说他是住在小港，一地啦，如果他是住在屏东，一地啦。如果在台东呢，一地啦，一不松，就是要拉个长音。很多也是一样，来，如果说他说啦，那个就是更多了。所以越长拉的音越长，多的意思也是很远的意思，知道吗？可以了哈好，现在又是下课时间了，那我们就好好的去下课，好不好？好，来，班长呢？没有来，换你了。好。还好，心细，阿赖心细，好，下课休息了哈。还好，好了，没动kita to be 上课以后呢，我们来继续上我们的课目啊。现在讲到这边的一个子句，国宾说了，对不对？嘎过这个我都很多的称呼这是人称来，嘎过，阿过也是我，妈过也是我
达古瓦难，是我的哈。嘎古瓦难，也是一样的意思哈。然后我们就是2个人以上的，哦，就是复数。刚刚所讲的我就是单数，这个是我们是复数，2个人以上，达杜萨、达杜鲁、萨斯巴、拉里玛以上，就是嘎密来背念，嘎密，尼亚姆，尼亚姆，也是一样的意思哦。到这里，达米亚难。达米亚难，嘎米亚难，就差这个大跟嘎哈。好，再来也是一样，我们吉大、吉大、伊大、米大、滴达阿难、吉达阿难。这个地方有分别哈，嘎密就是嘎密，比如说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你们在上课有哪几个啊？班长所讲，我们，他说我们有没有包括老师呢？没有，就是嘎密，我们。然后呢，如果说你说吉大，谁在教室里面？有没有说吉大也包括老师，也包括摄影的人，也包括所有那个阿公？吉大是所有的，嘎密就是这部分的人，吉大包括第三者，所有的人叫做吉大。好，来吉大、伊大啊、米大啊，都一样的意思。好，你技术。技术就是你，技术啊。然后简单来讲，艺术就这个 K 就没有了哈，就是艺术。然后秘书，能弄秘书爱啊，秘书啊，就技术瓦难一遍念，技术瓦难。好，再来，你们就是2个人以上，就是你们2个以上，或者是你们全班的人，好，你们。嘎木，那木，好，大木瓦难，嘎木瓦难，就差这个德阿达跟格阿嘎，好，再来他跟他，一样的，男生的他，女生的他，紧拉，这边有一个日阿拉。来，日阿拉，紧拉，啊，拧拉，你拉，这个拧拉跟你拉不一样，这个有一个 n， 好，再来，他们，长拉，跟紧拉跟长拉就差这个 a 跟这个 i 啊，这边有一个 e， 这是 r， 所以长拉一边念长拉，能拉，哦哟能拉，哦，长拉atau能拉，有，刚刚这个日真的是很好用，如果你不会这个日，你拉就不对。拧拉，长拉，来一起发音来，长拉，能拉，那只有一个人，紧拉，拧拉。如果说2个人以上，长拉，能拉。好，这个我们就复习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边我们再练习这个1、2、3、4哈，自在都萨会不会？这是什么？自在。enam, pitu, falu, siwa, mutib， 也可以说不累，
但是我们的标准是 mu'adab， 知道哈？好，11呢？对，沙发之在。沙发法鲁，沙发希望，然后呢，杜萨布勒。但是有很多说法，刚刚我们念的是11叫沙发之在，对不对？应该有很多人在说之在沙发，有不一样，杜萨沙发。有人讲说莫德，比如说12莫德伊拉古杜萨，哎。有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如果说13杜鲁古萨卡杜萨伊拉，哎，有这种说法，但是现在为了统一啊，为了短一点，因为13诺德伊拉古多罗，意思说10个再来3个太麻烦了。如果说15沙发林马，对不对？刚刚说你们念的那个。标准的答案了，好，现在杜萨布勒你们读到这边来了，好，如果100呢，会不会100哦，不会讲哈，好，这里这在所来这边这在所一边念。这在手就是一把了，手就是用绑的，因为我们阿美族100算一把绑起来的，这在手。如果200呢，来多萨手。如果500呢，5手。100就是就是手，知道哈？这是100，好，然后。1000呢？巴德，来巴德一边念巴德，就是千啊。如果说2000呢，怎么讲？杜萨巴德。5000呢，怎么讲？巴德。8000呢？法鲁巴德。1000就是巴德。那万呢？万就是五法，这是万万。如果说3万呢，怎么讲？多路，多路偶发是什么？跟老师这样什么排头发剪偶发，跟那个阿公的那个头发一样，那个有没有看到？那个白的头发。今天来这边是来监督老师，因为他是老师的教授。今天老师教的对不对？他在那边监督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视这个教育啊，这个族语教育。不但老师在这边教，所写的对不对？我教的对不对？他今天来监督。他已经80几岁了，他今天头发毛发，可是老师也毛发了，有发白头发。那现在万就是五发如果说3万叫做多路五发，5万怎么讲呢？哎呀，7万呢？哎呦，20万呢？杜萨布勒五发，对，哎呀，你会可以了哈。如果说50万呢？5布勒五发，好，再来万上面呢就是亿亿呢瓦兰瓦兰，好，如果说4亿怎么讲？18瓦兰，再来18瓦兰。
如果说6亿，6 warwaran， 哎呦，6亿。好，再上去呢，就造这个造，哎，造呢，zaor。好，如果说它是5兆呢，怎么讲？5 zaor， 那是5兆。8兆呢，怎么讲？法路怎么？zaor。哦，来，1000啊，不是100，来100念。这在su'ud。2000怎么讲？杜萨巴特。如果说3万怎么讲？杜鲁欧法。如果说4亿怎么讲？Sepat warwaran。如果说5兆，来5 zaor。好，这个数字念到这边。然后我们把这个简单的读案哈，先念一次哈。来，身体部分，马大，我们可以说乌马大古尼，一边念。哎，乌当伊拉古尼，乌我说古尼，乌我有古尼，乌瓦蒂斯古尼，乌父我古尼。这是头，fokus 过你，pising 过你，kamai 过你，ai 过你。但是我们台东的人大部分都讲说来一边念过你，嗨，住过你，pusi 过你。发挥过你，也是利用过你。发挥是山上的野猪了哈，利用就是我们在家里所养的猪，就是利用。这个是古隆过你，西里过你，罗东过你，哥哥过你，阿叔过你。ayam 过你，futing 过你，哎，这是动物。pun 过你，tatirangan 过你，uni urusai。哦，这个植物部分的水果部分哈。好，uhana Quran， urengus Quran， ukiran Quran。Upapah Quran， 那个案我们就省掉。Kunga， Panai， Pataka。哇，很多人讲说，怎么会是Pataka？也不是美国人呢。我们说阿里赖，长光长滨那边以别的人是Pataka。哦，我们是阿里赖。来，保利。马面，阿西路，这边写马面 ，robust， 好，物品部分 ，ambit， 主辣，也可以说 home， 这边是沙拉路，我们台东是沙西巴西，嗨，这个巴拉。哇，又不对了！我们台东又不是把它主古意，但是我们的正大的教本里面是巴拉、哈格南、阿能啊、哈格南，又插在这个跟哈。好，柏树，哇，此招老师也有，这个是什么？有声音的，百济百济就是因为。要念的时候，那是叫做硬币百计，百数就要算着，哎，那叫百数啊。
好，李过，李过是我们穿的衣服哦，啊，来，李奈，少翁喊那么，哦，少翁，我们这个真正的名称就是李奈，丁瓦，这是借用外来语的哈，就是日本外来语，玛丽，啊，这是物品部分。好，自然的啊东西啊，如杜，我们也可以说杜故事，有没有听过杜故事？哎，我们大部分都讲说乌杜故事，乌如杜，还如马，比迪里山，吉拉了，弗拉，咖喱，哇，咖喱什么？咖喱就是很脏啊。台东大部分叫什么？多来多哎，这边是迪鲁尼伊特，啊，这什么 ？for is，好，这个部分是自然的东西。这边人物，好，这边是小男生。无法以那样紧让，一边念，无法以那样紧让。好，她是女生，无法发一样紧让。好，男的老师，无法以那样心系紧让，一边念，无法以那样心系紧让。好。她是女老师，来无法发黑暗心系紧让，别念。无法发黑暗心系紧让。哦，大家都会了。好，他是男的学生，他是男生啊，就是男生。无法那样米地里在紧让，一边念。米地里在紧让，好，她是你同学，来无法发黑暗米地里在紧让，别念。